OK， 这是原本的。画面上看到红色木质座椅，就是2004年全台书店大天后宫委托台南家具产业博物馆复刻座椅的原件，原本是被汤加破损严重。经过国际知名古物修复师蔡顺任的团队联手博物馆的匠师共同修复，现在修复完成，成为台南家具产业博物馆定馆典藏之一。永兴家具呢，有幸呢就有这个侯赛雪莹董事长推荐大天皇宫呢，把这个座椅拿来我们这边做修复。那我们做了一个新的座椅呢，就现在目前放在这个4点大天后宫的妈祖的这个神像后面，那这个旧的座椅呢，就一直放在博物馆典藏着。那到今年刚好就是当时候也是第8月份的时候，所以正满16年的时候呢，我们做了这个修复的这个安座大典，把这个旧的座椅呢，经过200年的风霜，那它过去已经被虫吃的这个很不堪了。那我们这次与蔡顺任老师呢来做携手合作。那木作的部分由我们永兴祥的匠师由王登发协理来带领，那带领匠师呢把它的结构恢复成过去的情况让它更加稳固。那表面的部分、填充的部分，再由蔡顺老师由专业的涂料来做这个修复，让它变成是一个能够在一个稳健的基础上面，能够去保留岁月的痕迹，也能够让它再继续传承下去，让后代子孙可以一睹这个历经在台湾200年的这个妈祖的旧座椅。参与这次修复工课，古物修复师蔡顺任嘛表示，妈祖的座椅是将近200吨的木质座椅，被虫夹甲严重，还有老化破损等问题。不过，在甲永兴家具的匠师合作过程中，也互相学习到相仿的技巧，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代志。基本上，它就是一张将近200年的一个木质的这个圣椅。所以说，实际上在结构上面，它就比较多的这些可能这个劣化或者是破损，那甚至有很多这个重铸的这个状况这样子。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可以跟这个永兴家具他们的这个专业的木工这些匠师们一起合作这样。那在支撑材的这个部分，就是支撑的结构部分，我们其实团队上面也跟这个永兴这边也学习到非常多。那在后来他们再转交给我们，就是结构支撑修复完成之后，再转交给我们，大概在比较表面的结构，还有这些可能现在可以看到未来这个完成的这个细致度的部分，其实在我们回来组装的时候，就是因为之前就送到我们公司的总部去做修复嘛，这个细致的修复。那再回来之后，其实再跟着这个匠师们一起把它组装起来，其实这是我觉得深具意义的事情，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在木工的结构方面，然后还有在这个细致的这个修复度上，我觉得就是2个团队都有摩擦出一些火花，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台南家具产业博物馆原本馆藏就真丰富，现在佫加了国定古迹全台书店大天后宫定定的妈祖座椅，更加有看头。相信一定会互来参观的民众对到台湾家具的发展史会当有更深的认识。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